因那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等人有提案，要修正宪法诉讼法，要拍算甲大法官现有总额的规定改做法定总额，而且要甲裁判标准有关到法定总额的2/3。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啊，不过因为有争议，律师团体表示，这个修正案是会造成宪政危机，所以有招100外的律师按算伫16个时要行上街头游行。宪法法庭不瘫痪，人民权利有保障。针对国民党立委洪晓玲等人提案修正宪法诉讼法，政治律师开记者会，质疑这修正案有瘫痪宪法法定的危害。他把所谓的参与的人数跟表决的人数，他要调整成所谓的法定总额制，比对现在我们的运作状况，现在只剩下8位大法官。这一部法一旦通过，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宪法法庭没办法继续运作。由于洪晓玲提出宪诉法修正草案，将即马总额修正做法定总额15人方式来算，佮将宪法法定实行判决定的同意砍章为1/2改做2/3。立法院已经完成初审，全国律师联合会认为这修法会动摇宪政秩序。民进党团呼吁国民党重视法界声音。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的法院都要求他们的审理的程序必须要严谨。甚至大法官也认为，在这个最重的死刑的判决到一致决，那么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大法官要采取更高标准、高门槛。洪晓玲这样做嘞，只是为了国民党的扩权法案，不希望再由大法官来宣告他们违宪，立法权直接要把司法权要把大法官架空。153位律师联合声明反对宪诉法修法，早到也会透过游行表达诉求。洪晓玲是尊重各方意见表达，不过表示宪诉法修改目的是要让宪法法庭制度更加健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